各位網友，最近就同一位移民新加坡嘅朋友 WhatsApp， 佢呢幾年個事業就順風順水啦，有啲得意忘形。佢話呢幾年新加坡各方面都似乎超越咗香港喎，係唔係啊？咁佢舉咗好多例子，都係事實嚟嘅，我亦都要承認。咁你話香港係咪真係一無可取呢？又唔係喎。而且身為香港人，雖然間移民咗係美國呢度啊，唔多唔少都要維護一下香港人嘅面子嘅喎，係咪啊？咁我就同佢講喎，喂，有一樣嘢10幾年來香港都一路撳住新加坡嚟打嘅。而且嘅距離越差越遠，香港簡直係遙遙領先。咁啊，2-3年前更加已經決定咗勝負啦，新加坡都已經輸晒啦。咁睇到呢個封面嘅朋友都知道我想講乜嘢啦，就係香港嘅賽馬事業。咁香港嘅賽馬事業10幾年前，每一場嘅投注額都已經超過1億港幣嘅。咁有一段時間我就去新加坡公幹啦，咁啊有機會了解一下當時嘅新加坡嘅賽馬事業。當時每一場馬嘅投注額咧就係250萬港幣。咁係咩概念咧？嗱，1億嘅10% 就1000萬啦，5% 就係500萬。咁250萬係幾多啊？咪就係2.5% 咯。嗱，嗰陣時新加坡每一場馬嘅投注額係香港每一場馬嘅投注額嘅2.5%，佢零頭都唔到。咁而且嚟講，2-3年前新加坡嘅馬場已經執咗笠啦，冇得比。咁自此之後，香港嘅賽馬事業簡直係一日千里。咁跟住連澳門嘅馬場都執埋。咁香港嘅馬場嘅賽馬事業同日本嘅如果喺亞洲嚟講就同日本係有得揮嘅。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咁呢樣香港人真係好自豪嘅，記得。你諗下，講足球，香港而家同日本打唔使打嘅，咁賽馬呢樣嘢而家香港不但止同日本係平起平坐，而且係有好多方面係領先嘅，咁就係唔到你唔服嘅，係咪啊？咁點解會咧？咁當然有佢個客觀性，亦都有個必然性。咁賽馬就係3分運動7分賭博啦。咁啊賭博呢方面唔多唔少都係偏門嘅，而且嚟講牽涉到個銀碼大到真係全世界都驚㗎。每一場一日嘅賽馬嗰個投注額10億港幣嘅，即係全世界都冇。咁大銀碼，你話嗰啲偏門嘅嗰啲，如果係冇共濟會嗰啲人咧，就冇可能嘅。咁有幾多或者邊個係邊個唔係咁，呢個就冇人知啦。咁香港個馬嘅發展近1-2年不但止冇停，而且嚟講係一日千里，而且到今年2025年嗰種蓬勃法同埋精彩法係史無前例嘅。嗱，呢句話係我講嘅。我咧就睇馬咧就睇咗60年，我由小學開始睇嘅。咁嗰陣時香港嘅賽馬仲係業餘嘅喎。咁業餘賽馬同而家嘅職業賽馬有咩分別咧？就嗰啲馬，業餘時代咧嗰啲馬咧就係馬會統一次過買咗100匹馬翻嚟，咁咧就每嗰啲
馬主就抽籤嘅。你好彩抽中邊隻係邊隻啊，就咁嘅。咁啊業餘時代，咁嗰啲騎師咧，亦都可以掛個名嘅喎。我記得有一個騎師，佢係做空運事業嘅，好成功啊，好有錢。佢本身係好後生嘅，咁咧佢咧就買一隻馬翻嚟，就報名俾馬會做騎師。佢個名叫做唐雲洲啊，可能大家都唔記得㗎，都好威喎嚇！佢本身係成功嘅年輕商人啦，佢又係騎師，佢當一樣運動，咁仲威過嗰啲明星啊，組成明星足球隊喎，係咪啊？騎師出賽，威唔威過明星足球隊自己？打啲友誼波啊，咁啊梗係威過啦。咁但係咧，香港人咧，香港嘅市民咧，似乎對賽馬呢樣嘢咧就特別熱衷嘅。嗰陣時明明係業餘時代，但係個投注額已經好高㗎喎，有得同當時美國啊、全世界啲馬場嗰啲職業有得揮喎。咁香港嗰陣時嘅港英政府啦，就見到咁大塊肥豬肉，梗係要發展啦。咁即係就決定拎佢發展去職業賽馬啦。咁嗰陣時我記得㗎，嗰陣時大約係70年啦。我就記得嗰陣時嘅馬會主席亦都係匯豐嘅大班嘅，叫做桑達士。由佢嚟開始着手籌備拎香港業餘賽馬轉向職業化。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就啱73年我就去美國留學。咁呢段時間咧，我就冇留意到香港賽馬。咁但事後我都知道嘅，呢段期間咧，嗰啲職業嘅騎師練馬師咧就陸續嚟到香港啦。其中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佐治摩亞，後來香港人叫做大摩叫佢做大摩。佢點解咁犀利咧？佢係澳洲嚟嘅，佢帶埋個仔嚟，兩個仔，一個仔叫做約翰摩亞，一個仔叫做 Gary 摩亞，加利摩亞，咁就係後來好出名嘅騎師摩加利啦。咁嗰陣時，我翻到嚟之後咧，先知道佢哋一嚟到咧，香港嘅賽馬嗰個culture完全變晒嘅。嗰陣時開始一日千里，咁開始咧就有馬主投資咯。投資嗰啲咧叫做自購馬。自購馬咧即係咧你可以委託你個練馬師佐治摩亞啦，去澳洲用高啲嘅價錢自己買匹馬翻嚟，咁呢就叫自購馬。咁自購馬你有得揀。你同馬會引進嗰啲配售馬，梗係好好多啦，係咪？你有得揀啊嘛。咁嗰陣時咧，就嗰啲配售馬，咁抽籤抽俾其他馬主啦。而佐治摩亞馬房有位馬主咧，佢就委託佐治摩亞去買一匹比較高價嘅馬翻嚟啦。喺嗰陣時你就高過幾倍嘅嗰啲配售馬，嗰匹馬就叫做永盛。呢匹馬咧就係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匹真正嘅馬王，佢係贏足成10幾場，連贏10幾場，其他嗰啲馬全部冇得揮。呢個咧就真正香港第一匹真正嘅馬王永盛，由摩加利騎嘅。咁嗰陣時佢開咗呢個先例之後咧，好多馬主覺得咦有得做呢樣嘢。你買匹馬翻嚟去香港，連贏10幾場，乜都翻晒嚟啦，賺到真係賺到笑啊，盆滿缽滿啦，做得過呢門生意。咁好多馬主咧，亦都紛紛咧就去買自購馬。咁嗰陣時我就讀完書翻香港，嗰陣時咧就永盛已經退咗役啦。香港第2匹馬王出現啦喎，呢匹馬咧。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係馬迷
就一定記得。如果唔係馬迷都會聽過。呢匹馬就係香港賽馬史上第2匹馬王，超級馬王嚇，62，再隻摩亞訓練嘅，又係摩加里騎嘅。有時期佢兩父子玩晒啦，冇得講啊！即係佢賽馬嗰個同埋嗰個摩加里嘅騎功咧，亦都係真係好好。摩加里亦都得過7屆騎師冠軍。有好多馬主花嗰啲高價錢去買翻嚟嗰啲馬，未必得嘅喎。好多嚟講啊，得個吉喎，啊影都冇咁啊賠錢啊蝕晒嘅。咁所以其實嚟講咧，你無論係賭馬或者係養馬，其實都係一門賭博嘅嚇。你如果好彩嘅買到出馬翻嚟，賺到盤滿缽滿嘅。你唔好彩咧，你幾百萬或者過千萬買匹馬翻嚟，就一影都冇嘅。嗱咁咧就由永勝到62咧，差唔多係10年時間。咁到香港第3匹叫做同德，佢傳奇落邊度咧？就係佢唔係自購馬喎，佢唔係高價自購馬喎，佢係啱啱就係嗰百零匹配售馬入邊抽籤抽中嘅一匹馬嚟嘅。咁所以佢咧就可以講得係平民皇帝嘅。咁香港有史以來咧，就之前未試過，以後都未試過。以後嗰啲馬王咧，通通都係高價嘅，要買翻嚟嘅先嘅。再唔會有一匹配售平價馬咧，就出現變咗馬王。同德係唯一一匹。咁又10年嘅咯喎，同德之後係邊匹啊？呢匹馬咧就更加係出名嘅。嗱，應該越嚟越近嗰啲馬王咧，就大家應該越熟悉嘅係咪？咁呢個好合理啊！越近你梗係嗰個記憶即係記得越清楚啦。嗰匹馬叫做翠河，係咪好熟悉咧？嗱，翠河咧，亦都有一項記錄。咁咧嗰陣時就香港賽馬事業咁蓬勃咧，就馬會就拎好多高班次嘅賽事啊，例如香港冠軍賽即係大杯啦、香港金杯啦，咁啊仲有就另外一場俾3匹，即係有10幾場高班次嘅賽事，其中3場定為叫做3冠大賽。即係如果有一匹馬喺呢一季入邊3場都贏咗咧，咁就為之3冠馬王。咁翠河咁出名，大家記得佢主要就係因為佢係香港第一匹可以贏足呢3場大賽嘅。咁啊，香港第一匹3冠馬王就出現啦。咁啊就係翠河。咁又翠河之後又係10年8年到咯。香港又出一匹經典嘅馬王。呢匹馬咧就唔同翠河。嗱，翠河嗰啲咧就係長途馬，跑咧就係由1800米到2200啦。呢匹馬咧就係短途馬王嘅，亦都有短途嘅3冠大賽。呢匹馬就係精英大師。嗱，精英大師歸咗邊度咧？佢就係打破晒以往紀錄，佢連贏17場未輸過。咁佢又係成為一代馬王啦。嗱，咁我舉例舉咗呢5匹馬個時間大概係40-50年。咁咧就平均就香港就每10年就出一匹咁嘅高級數嘅馬王。咁用馬嘅壽命同人比咧，呢啲馬全部係你人，如果你人嚟講咧，係全部都係百年一遇嘅奇才，就係咁簡單。咁你話呢咁多匹馬，橫跨就差唔多成半個世紀，呢5匹馬王，邊匹係最叻嘅？咁啊見仁見智嘅，冇得比嘅，係嘛？因為佢哋唔同時代嘅，咁冇得比啦。有啲係短途，有啲係長途啊。一個3冠馬王，一個連贏10幾場，
同德就係因為平民出身做咗馬王，咁啊冇得比啦，唔係 Apple to Apple 咁點比較？冇得比較係咪先？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出現咗一個好奇特嘅史無前例，真係你有得比較啦，就係我呢個 title 三強鼎立。嗱，三強第一強我要講嘅就係呢隻遨遊氣泡。遨遊氣泡你今年咧由翠河到今年係20幾年，由翠河攞到3冠馬王之後咧，20幾年都未曾有一匹馬再可以攞到喎。咁到今年2025年啊，講錯，唔好意思，就真係出咗一匹遨遊氣泡，佢就係香港賽馬史上第2匹攞到3冠馬王。咁你話20幾年先出一匹3冠馬王咁難得，呢匹馬如果今年選馬王就非佢莫屬啦，係咪啊？一定係佢啦。嗱，如果係普通嘅年份嘅，如果翠河嗰陣時就翠河之前選3年都係佢啦。咁今年遨遊氣泡係佢咧？如果一般情況嚟講就肯定嘅，鐵板釘釘嘅，冇得講。但今年我話係有史無前例最精彩就係咁啱喎！今年香港賽馬又出咗另外一匹精英大師喎，嗱咁就精彩啦，真係！以往嘅翠河同精英大師係唔同時間嘅，相差成6、7年咁樣啊，今年就真係啦。遨遊氣泡就係當年嘅翠河，另外一匹嘉應高升出現，就係當年嘅精英大師。兩匹馬今年一齊出現，咁你話你點揀先？俾咗你點揀？邊匹應該選為今年嘅馬王？你叫我揀我都唔識揀。我睇咗60年馬，我都唔知點揀。以前就話翠河還翠河，精英大師還精英大師啊，都唔同期嘅，冇得比。今年有得比啦嘛，一有得比你就真傷腦筋啦，你真唔識揀。一匹就20幾年來第2匹攞到3冠馬王，一匹咧就連贏17場，未輸過。咁啊夠精彩啦啩？未算啊！仲有一樣不可思議嘅，就係咧香港同時出咗另外一匹馬王喎。呢匹馬就係咧係上個禮拜先跑贏浪琴香港杯1級賽，佢之前已經贏過3次，今次第4次贏喎。又係簡直嚟講係不可思議嘅，可以贏4次浪琴香港杯1級賽，全世界1級賽嚟嘅。咁你話喂2匹馬王同期已經係難得㗎啦，今年有成3匹一齊，簡直係不可思議嘅，係咪先？但係佢又真係發生咗喎。第3匹馬咧就叫做浪漫勇士。呢場馬咧就係上星期先舉行嘅，就係浪琴香港杯2000米，係國際1級賽。呢項賽事咧，浪漫勇士過往3年咧，佢已經連贏3屆嘅。喺一場1級賽裏面連贏3屆已經係平晒紀錄㗎。佢今年又嚟咯喎，咁之前有好多人話，如果佢第4次贏咧，佢又係馬王級㗎咯喎。咁結果大家都知啦，佢又真係贏咗。咁佢就係有史以來第一匹喺1級國際賽裏邊連贏4屆嘅，又係史無前例喎。
咁無形中佢亦都係10年1月嘅馬王級數嘅馬王喎，咁又點搞啊？3匹一齊喺度，咁就嗰啲馬迷之間就拗得好犀利啦。啊，有啲話應該呢匹係馬王咁呢啲啊，即係見仁見智，就唔需要太過著緊啦。我都唔參與呢啲咁嘅討論啦，咁而且咁得意嘅呢場馬舉行嗰時，亦都發生一件少少不愉快事件，就有一個市民攞住嘅橫額衝出跑道。咁當然啦，上邊嗰啲訴求啊，嗰啲口號，我呢度就唔方便讀，我亦都唔想再討論呢件事。咁我呢個頻道咧，好多觀眾都知道，我通常會講段歷史嘅。今次咧我就講咗今日發生嘅事先。嗰段歷史咧就係咁啱嘅，啱啱係50年前，半個世紀，就係喺美國1975年發生喺美國馬場紐約貝蒙特馬場發生一件事。呢件事亦都係史無前例。咁呢件事咧，我亦都係親身經歷嘅。咁咧對我嚟講咧，亦都有好大嘅睇法。咁呢段片咧就比較長，咁我就留翻下集先講。咁咧就亦都俾少少乾貨大家啦。今次呢個馬迷衝出跑道咧，就之前好多人都係睇馬，咁唔知佢幾時出現嘅喎。咁我內部攞到條片咧，就幾乎大概話佢係邊度出去嘅，咁到時成個過程係點咁睇得比較清楚嘅。咁大家睇片啦。